大家平安，大家平安，大家平安。好头拄仔毋知影大家敢有去听绿心甲天花，绿心甲天花翻唱的水花，真好听吼，推荐大家去听。好，毋过应该是大家听了拢先去，因为今仔日天花嘛有开台啦。我看大家可能是听了水花，就做伙先去天花的迄个台机室先等台啊，所以我即马看起来敢若一个人。来迄个信众朋友，毋是信众朋友，观众朋友会当甲我小借问一下，我感觉较袂遐尔孤单吼。无要紧，或者咱今仔日爱来，今仔日要来学日语吼。游戏下页，阿叔啊，惊死我叫是大家无爱我，叫是大家较爱入心哦。头拄仔都已经想要哭无啦，讲笑啦。好，做欢喜大家来甲我看吼。今仔日要来即个学日语吼，讲足久啊，话要学日语话足久啊。今仔日正式要来开始学啊。好，已经开始练习吧呢。こんばんは，这我嘛是看，这我也是看有诶，所以小等咱就直接来吼。大家敢食饱？大家暗顿敢有食饱？我今日暗顿食足饱呢。我暗顿今仔日食迄个便当啊，足久无食便当啊。迄个便当内底有迄个鸡仔肉，毋知影大家敢有食过鸡仔肉？我今仔日食到的鸡仔肉有够咸哦。因为迄实在是伤咸啊，就配，因为平常时我若是食，因为惯性的迄个胃无遐大啦，无亲像有的人会当一顿饭食足侪项鸡啊，所以马铃薯暗，所以我平常时食便当迄个饭，我通常是食袂了，毋过今仔日迄鸡仔肉有够咸，所以我就甲迄个饭拢食掉，对，愈咸愈赞，就是虽然讲食足饱，就是会感觉家己食伤济，毋过毋是痛苦的迄个感觉，就是因为真正足咸的，配足济饭，迄食起来迄个有一种爽快的感觉，就是足过瘾的，对，下页应该了解即种感觉。尤其讲即礼拜就是 JLPT，就是有对。应该是迄个日文的测验对无？大家若是对日本语日文有研究的爱去考的会当甲我讲我会甲你保庇我诚做一个文昌代理人遮小可代志嘛是会甲大家服务啦毋过我家己就是要开始学所以我无要考平常时我嘛是无啥咧考试。拢是咧甲顾大家的考试安尼，希望有一天会当考，冠生嘛较拍拼好啊，看敢会当有一天迄个特别的节目，就是来考即个JLPT 的即种题目，毋过我无法度亲身去考因为我无身份证，所以就无法度报名，毋过若是有迄个题本，会当摕来写我会使写互大家看互大家看我的迄个，互大家看我哪有开大家应该最爱看即种物件。好啦，咱就开始来入来即个日本的世界啊。Get started，因为伊的迄个界面无台文啦，若准无台文的时阵，就是惯性较惯是读迄个英文啦，所以我就用英文的界面希望大家安怎讲，就是无法度伊就是无台文，所以我嘛无通选择。好啦，好，Japanese 日本话，那会等遮久咧。How did I hear about Duolingo？ 我是安怎知影 Duolingo 即个物件，就是之前有看到其他的 VTuber， 足侪有够侪，拢有咧用即个 Duolingo 毋是算啦，就是学一寡毋捌学过的语言。我就感觉安尼嘛真趣味所以
应该会当讲是为 YouTube 看到的。continue。我感觉即个虫啊，应该有够大。第一摆考会紧张，这真事上，我逐摆考试拢真紧张。毋过我嘛无考过足侪摆啦，高中无毕业吼，所以无考真侪，嘛无考到大学。Why are you learning a language？要互大家看是倒一个？要互大家看，好啦，其实讲笑啦，讲笑，要互大家看是一项啦，毋过一方面嘛是因为惯性就感觉就是想要看无共的册啦，想要看，就是因为咱册啊，伫咧翻译的时阵，意思就会走去嘛。我想讲，安尼我较有机会看无共的迄个原文的册，所以应该较像是 culture。毋过我知影就是，因为我有读到有人讲，即个学语言对头脑其实是一种真好的训练。我嘛知影有的人会为着雕工要练头脑，都来学语言吼。这需要练头脑的朋友，安尼讲敢会怪怪。需要练头脑的朋友吼，嘛会使试看卖。毋过我应该较像是即个为着文化吼，为着看无共的，为着看日本人写的册吼，才来学日本。阿叔第一摆去考的时阵，直接伫遐，直接迄硬气。这无要紧啦，安尼你第二摆你就较有心理准备嘛。你去第一摆你可能就大概知影迄个题目，还是迄个环境生做啥物款。安尼你后摆去的时阵，应该袂遐紧张吼，希望是安尼啦。你即摆敢有搁报名？你若是即摆有报名，我才特别注意一下，甲你保庇一下。袂啦，太无头脑，你就无法度拍字啊，对无？大家拢谦虚啦。其实大家拢足巧啦，免遐第一摆去考安尼嘛颠倒是过啊，安尼你嘛是足谦虚呢。凊彩考就过。无啊，讲笑。毋过恭喜吼，有过就是值得欢喜的代志啦，恭喜！好，刷来 A daily goal，逐工想要练偌久咧？时间无介济，无咱就即个 regular 通常就好。对啊，有够厉害呢！啥物这去考的时阵，就是直接伫遐放空，直接放空，毋过就毋过也是过啊。游戏拢甲我考试，敢会使甲你保庇？会使。无要紧啦，我知影大家甲我考试，嘛是因为甲我当做朋友对无？所以才有即个互相创治，也是互相闹开。这无啥啦，无问题。游戏嘛是我的好朋友啊，大家拢是我的好朋友啦。就是大家有需要保庇，还是需要安怎吼？尽量甲我讲。毋过有时迄个数学。若是伤困难吼，我袂晓就是袂晓，这嘛是无法度。毋过我尽量吼，大家免伤客气啦。客气我知影，迄个日本话的客气是鸡卵糕的意思。想想着，甲大家讲。我阁有想着一个，就是迄个牛排伫日本话是叫做 steak 嘛，应该叫做 steak，其实就是为 steak 去的。阁有啥物 steak？Steak 是迄个足厉害的意思对无？所以我就想着，若阵有日本人要开一间迄个牛排的餐厅，安尼应该会当叫做 steak。这听起来就有够趣味对无？若是有人想要开餐厅想要用即个名会使付我一寡迄个授权费。会使为迄个下骹的链接内底有迄个绿界会使甲我赞助一下。好啊，好，刷来该安怎啊？都准备去收合婚啊？所以你是学校有要求，就是你爱考过才会当，毕业安尼
就是无过，就爱个修迄个学分。我知影有诶学校对英语嘛是有相像诶要求嘛，就是你爱去考什物 TOEIC， 还是其他诶英语测验啊，若是有通过，就毋免个上迄个课。听讲是安尼啊，袂记你甲大家小姐问，是的，礼处暗暗，结婚暗暗 ，Ruby 暗暗，好，继续咯。Get a daily reminder，好啊。Want us to help you keep your daily goal，毋免，好。对，头一摆学，阿聪暗暗，头拄仔伫遐有看到大家，こんばんは，こんばんは，暗暗。歹势，今仔日较寒吼，我想要迄个拍下手，拍袂出来，好，煞煞去。下一页学校考英文，阁有考华语哦，阁考电脑，电脑是考啥？我做好现的咧，我做好现就是电脑是会当考啥？电脑是考啥物程式语言哦？还是啥物专门用啥物软体证照啊？我看卖哦。Already know some Japanese， 应该算讲是知影一术啊，甲日本话有关系的物件，应该是啦。哇，你拢足厉害的呢！我应该是连迄个 N95拢考袂过迄种。This short test is a simple and accurate way to make sure you start from the right place。伊即摆要甲我考试啊！伊考了就会知影我的程度到对。我甲这溜较大好啊，看起来较舒适。考试咯 ，dirty， 野菜，其他ない，こんにちは，きる，其他ない，这我真正毋知，我爱用药诶。欧贝尔，大家敢听会到伊有一个声？我用较大，安尼大家才听有。汚い，唔知？欧贝尔，哈，互我迄个，互我欧贝尔要对啊。read，読む，应该是読む对无？読む，对啊，我家己保庇，嘿嘿，有够巧吼。好啦，无啦，讲笑啦。読む，大家连线敢有问题？无好。読む，这我嘛是知影诶，有咧读册诶，夏，听落无问题。夏，毋过夏是啥，我都真正毋知影。Summer，热天诶意思哦，热人诶意思。好 ，You're doing great, yeah, thank you。我知影我表现足好。Yeah。collage 迄个主唱啦，夏迄个夏啊，对啦。OK，Warsaw 当时会用到啊，这我知。ワルシャワ，原来是外来语啊，安尼简单啊。哇，真正是家己保庇，真正是足有效呢。OK，Good morning，おはよう。おはよう。7時？じ。毋是安尼读哦，伊安怎读？七。七時。じ。七時。
ですです。啊哈，冠星会晓日语呢，头一摆知影家己会晓日语。原来世间大部分的问题是会当用保庇家己来解决的。大自然的生活就是遐尔啊舒适。そうですよね。そうですよね。そうですよね。That's right， 应该是YS。That is right. OK, that's right。赞哦。家族は何人いますか？家族は何 what？ 我日语敢是我日语敢是就心教的，毋是呢，就是因为迄个因为隔壁有心川就是有时伊日语嘛是会走出来，就是会听到，而且冠星嘛有咧看 anime， 就是罔听，所以有诶就是加减会听到啦，嘿嘿嘿。等到英文较困难哦，安尼就变做是冠星哪看日语甲大家教英文安尼嘛袂歹。頭拄仔講啥？家族は何人いますか？家族は何人いますか？家族家族は这就是厝内底有几个人嘛？应该是安尼，厝内底有几个人 ？CH。家族は何人いますか？何人いますか ？CH 什么意思啊 ？CH 敢是有倒位我读毋着啊？我嘛毋知。毋过那会感觉迄个风送是毋是溪溪的？是安怎风送的溪溪的？敢是天气歹，网络就歹？好，无要紧，咱继续。好安尼应该就是厝内底有几个人，所以这叫做 how many people， 那一个人就爱用 people。How many people are in your family？ family 就是家族嘛，就是家族家族家族は何人いますか？家族 OK。真正是保庇甲家己做舒适。进前有一摆找韩语的物件，颠倒是看日本人用日语教，比台湾人用华语教佫较看有。有时啊，惯性找一寡较专业的一寡知识的时阵嘛是，因为惯是读英语，就会感觉用英语教有时会比用华语教，因为用台语教的佫较少嘛。有时就感觉看英语的颠倒嘛是较看有，可能是因为有诶。专门迄个名词，就是原底可能就英语的，就无经过翻译。毋过你是讲韩语的物件，看日本人用日语较看有，这我就无确定啊，这我就毋知影，就是因为我袂晓韩语嘛，所以其实我嘛毋知影韩语甲日本话就是有偌像。毋过我知影，就是因有诶词的迄个顺序。就是一句话内底因的词的顺序，哪像是较共款的，就是无要紧等下就会学到，应该会啦。ご家族はお元気ですか？有听讲迄个文法语法听讲足像，毋过我拢咧学，所以无介确定，毋敢学白讲。家族家族。多谢吉方的补充。好，过来是ご家族はお元気ですか？我知，这就是你的 family 过了敢有好的意思安尼就是 How is your family？ How is your family？ 是安怎用 is， 毋是用 are， 因为迄个主词是 your family，your family 是你的家庭这是一个，这是一个，所以对付这个一个的词，就爱用，就爱用 is，
哦，对，恁厝里敢有平安的意思嘛？对对对，同款意思。Super impressive. Okay, I like this song. この因为是 this 嘛 ，this 应该是この歌が好きです。应该是安尼。が好きです。哎呦，波比が家己做寿司呢。タクシーは早いですか？啊，我知 ，taxi 是 taxi 对不 ？taxi 敢有足紧是 ？taxi は what？タクシーは早いですか？哦，早い。taxi は早いですか？所以就是 taxi，就是客停车敢有足紧，安尼就是 our taxi is fast。啊哈，ここは家から近いです。ここ就是这边嘛，ここは呀，敢是呀？ここは家から近いです。哎，唔是，ここは家から近いです。ここは家からここは家から近いです。これは不是これここは家から what？ ここは家から近いです。近いです。好，回答应该就是家里厝足近对无？ここ是家，这我了解。家里厝足近，所以换做英语就是 this place is okay, this place is near my home。敢咪甲大家教英语啊 ？My home 就是我的厝嘛。This place 就是这个所在，所以 this place 就是家嘛，就是ここ。家里厝足近嘛。进前听声贤老师讲台语，颠倒有可能毋是汉藏语系，有可能是福建遐的原住民语。我嘛有听过，就是相关的讲法，就是有听过有讲台语内底有足侪词，毋若是台语，就是福建话内底有一种讲法是福建话内底有足侪词，比如讲查甫查某，那像是因迄个遐原底的原住民语内底的词，有听过即个讲法，毋过冠生嘛较无研究吼，冠生读册拢咧看故事，就是无甲即个语言的即个历史读了解好。遮到厝内真近，所以是厝内啊。好。Today is sunny again。今日 OK， 两个字，毋过读作今日。今日は晴れ。again 要安怎讲？また今日はまた晴れです。晴れです。感謝呢。伊做欢喜呢，伊咧跳舞呢。安尼应该对啊。好。通りはあちらです。对啊，台语的拼音足特别的，就是那像华语无啊。我会记得客话是毋是嘛较无，就是其他汉人的语言。毋过我嘛毋是逐个拢知影啦。毋过就是我伫台湾较接听到的汉人的语言，就是客话嘛、台湾话嘛，佮有迄个叫做啥，就是华语嘛。毋过若像敢若台语，即三项内底，即三种语言内底，若像嘛敢若台语有迄个拼音嘛。而且一个音有拼音无拼音，意思佫会无共。这真正足趣味。对，广东话内底哪像嘛无。这确实是，我嘛是感觉足特别的。对啊。好，即句我开始看无啊。通りはあちらです。通り ，What's a 通り？street， 对无？因为因遐是毋是有诶迄个啥物街？毋是
鸡甲鸭的迄个鸡，就是有诶鸡仔路迄个鸡，那像做啥物啥物通，啥物啥物通对无？所以应该是鸡的意思。通りはあちらです。啊，即个是啥？我就真正毋知啊。The street is あちらです。哦，敢是即个方向的意思。The street is in that direction。哎 ，direction 是安怎来配即个 in？ 我嘛毋知。啊，毋过英语哪像就是安尼用。啊哈，好。私の犬は帽子を売ります。哎，我甲狗仔卖迄个，我甲狗仔买新的，无讲新的，我甲狗仔买帽仔对无？哎，毋是啊，卖帽仔，卖帽仔，好。My dog sells hats 。我狗仔会卖帽仔。朝はシャワーを浴びません。朝はシャワーを朝はシャワーを浴びません。浴びません。朝是透早嘛？透早。哦，浴びません，浴びません，ません，所以是无对无？mas 是有，ません是无，我会记得应该是安尼。所以就是我透早无洗身躯。I do not take showers in the morning. 哦，所以这是我透早无咧洗身躯的意思。哎，我安尼是毋是测验通过啊？其实就免学啊安尼。今日反正2点钟哦，后摆就规个日文拢学了，应该是袂安尼啦，莫学白讲话。透早莫洗身躯哦。啊，毋过遮的英语导出来，哪像敢若会当导出即个我无咧洗身躯的意思，我也无确定诶。毋过我知影有诶语言就是讲一句话，可能嘛毋若一种意思。好，无要紧，咱看觅。台语诶可能性足济，对啊，因为有诶代志真正是学迄个。就是真正毋知啦，就是毋是逐项代志拢有互以前诶人记录起来，所以可能无遐尔简单，就会当有一个确定诶答案，对无？应该是安尼。而且我知影语言就是会有足侪无共诶接触啊，就是会有可能会变化足侪解，所以这其实一个语言是为倒位来诶，即个问题哦。敢若即个问题就会当讲较介复杂。ベッドは何台ありますか？ベッドは何台ありますか？有几个名称？应该是安尼，所以应该是 How many beds are there？ 哦。私の友達の家には可愛い犬が3匹います。有夠緊。私啥物や？私の友達の家には可愛い犬が3匹います。私の友達の家には可愛い犬が3匹います。私の友達の家には私の友達の家には可愛い犬が3匹います。私の友達の家には可愛い犬が3匹います。可愛い犬が3匹。私の友達の家には可愛い犬が3匹います。3匹います。あ、毋過咧讀起來哪會無共？3匹います。應該對吼。好。哦，講到有流下喙焦。最近吼，冠心有咧反省吼，就是飲料真正食傷濟啊，所以我決定來啉一寡較健康的大罐龜苓。好，今暗就啉這，好來啉一個。
啊，我朋友的厝呢有3只古水的狗啊，对，卡哇伊是古水，这应该大家较接听到吼。来啉一个。健康，这就是健康的滋味啊！讲到这狗啊，就想到最近牛奶啉伤济会落屎哦。好，安尼我注意，一大罐。平时拢啉果糖，对，大家知影，大家知影我的即个秘密，大家毋通学吼，毋通安尼啉吼。毋过我是代理人，我无要紧啦，啉伤济嘛，迄个会肚吼。私の家の近くに大きな図書館があります。阮兜附近有足大的图书馆嘛，应该是安尼。所以或者 there is 啉茶较好。我知啉迄个迄个做啥？啉迄个白茶上健康白茶上健康。大家爱啉白茶吼，毋通甲惯性共款吼。Okay. So there is a big library near my house. 对，阮兜附近有一个足大的图书馆。早顿店的 milk tea， 迄一啉就是互你轻松，互你その本は面白かったですか？その本は面白かったですか？その本は面白かったですか？我知面白い是趣味的意思嘛，所以伊应该是问讲，迄本册敢有趣味 ？Was that book interesting？ 对，大家敢有听过迄个？应该有听过迄个笑话毋过佮讲一摆好啊，就是阮兜有一只乌狗，叫做史洛伊。史洛伊是白色的意思，是安怎咧？因为乌毛史洛伊，无好笑，无要紧。我家己嘛感觉无好笑，哈哈。好，咱继续。这是要考偌久啦 ？Hard candy。necktie 毋是，这边安怎读？阿妹西风阿曼，头一摆听到恭喜，安尼我会付出到价值。有喜有笑，有够捧场，多谢有喜。现在讲向变寒歹势，今日已经足寒，我佮讲这系啊。袂记你安怎读？佮听一摆。阿妹は甘い。是毋是爱有 des 才有礼貌？这我无确定诶，无我家己试看卖好啊。我调工莫用 des， 看伊敢会安怎，看伊敢会讲我无礼貌。袂好，所以无礼貌是无要紧诶。OK， 安尼我知影。Please return my notebook. 私のノートを返しやね。返し。若愛有禮貌，應該愛有這。ください。好。驚講討袂轉來，咱先較有禮貌。毋對啊，看倒位毋对。私のノートを返してください。欠一個で，現在愛有一個で，因為我毋知。des 是對事物肯定的意思。des，安尼若是毋是肯定，安尼要安怎講 ？des，好，袂曉，無要緊，等下伊會教着無。Please read page 7.
开始袂晓啊。7。安尼是7ページ还是ページ7？唔知要看卖。安尼我要ページ7。7。ページ7を読んでください。应该是安尼。4でください。唔对啊，哈哈。7愛放頭前。7ページを読んでください。彼女は黒帯を持っています。哇，有夠厲害。彼女は what？ 彼女は黒帯を持っています。黒帯は？彼女は黒帯を持っています。黒帯をています。は？我感覺我減讀做這字呢。彼女は黒帯を持っています。彼女は黒帯を持っています。黒帯を持っています。Okay。She has a black belt。毋過毋知影平時慣是用英語的人，就是迄個歐美的人，毋知影因敢對即個烏大的即個概念敢有了解？毋知。毋過因嘛是，那像嘛是有做事件迄個叫做啥？空手道嘛，那像因可能嘛是加減有了解吼。哇！どうしてつまらなかったんですか？サミ、どうしてつまらなかったんですか？这我真正唔知呢，佮聽一擺。どうしてつまらなかったんですか？好，我來要看賣。Why is it incorrect? Why was it incorrect? 唔對。Why was it boring? Okay. つまら what? どうしてつまらなかったんですか？つまらなかったんですか？應該知影。我唔知。是的，我唔知。紫色のセーターを買いました。紫色嘅セーター。紫色のセーターを買いました。因為這個時間差吼，所以大家看到大家迄個甲我講答案的時陣，已經袂赴啊。是的，大家。紫色のセーターを買いました。紫色のセーターを。紫色のセーターを買いました。買いました。那無有知識。sweater， セーター是 sweater。OK。I bought a purple sweater。應該對吼。我買一領紫色嘅碰色衫。White Lion 暗，大家做伙來學日語吼，大家做伙來甲冠聲笑。我嘅觀眾朋友日語攏足敖呢。雖然我嘛無想到，我竟然會當回答遮濟題攏正確。我家己嘛是做意外啦。無要緊吼，咱繼續。I bought a sweater， purple sweater， 紫色嘅 sweater， 紫色嘅碰色衫。無講當時吼，所以應該就是安尼。White Lion 食飽未？敢有食暗頓？今日慣性暗頓食足飽誒。The vegetables were not expensive。野菜は高くない？かもしれない。つまらない。野菜は高くつまらないです。なんか感覺怪怪。開始オペよ。我真正唔知影。無夠是看 anime 毋過我嘛有看 anime 安尼就是我看了無夠濟，我了解啊。等下放送結束，我就念伊來看的意思，哈哈哈。看起來是回答毋對啊。野菜は高く
高くなかったです。OK。哇，安尼考一个程度，我就已经达成今仔日的迄个。哦，你当冲真厉害呢！看 anime 算 game 就会当安尼用甲 N1， 安尼嘛是做顶真吼，就是伊随便伊可能是顶真算 game， 顶真看 anime。哦，芝麻那是无聊的意思。哦，芝麻那是无聊的意思。好，我尽量记起来。豆豆啊，去豆豆啊会晓哦。You've earned two what lingots？ 这会当创啥？唔知，等下应该来讲吼。哦，好，佮有即个看几工连续的，好。我想看卖啊。好，无就照伊的建议好啊。I can do it！ 哇，跳过足侪关，跳过足侪关，直接去迄个19关吼，19单元19，OK。Create a profile， 有闲才讲。发生啥物代志？现在有人，现在有人安尼无去啊？好，无要紧，等下再来看到底是发生啥物代志。好，咱继续。对，你游戏你是无说是饲着啥物呢？你敢有法度？哦，鱼机的线无说是迄个安尼我要安怎？我敢有法度处理？我哪想无法度呢？我哪想无法度改吼？可能爱游戏遐斗3工，好，这麻烦你。好，刷来，安尼，所以我头拄仔跳过。是进前者，所以这应该是一项安尼。你遐嘛无法度解读？你遐无法度解读哦？安尼哦？安尼是要安怎？毋是吼？你甲家己变调，应该嘛无法度解决问题吼。安尼我想看卖哦。我遮那像是真正无法度呢。哇，系啊。好啦，这我看卖啊，我看我遮有啥物代志会当做。300秒就是5分钟。上凄惨就是5分钟了后，伊就会阁出现。毋过我看卖，敢有啥物办法？那就无，我遮那就嘛无法度改呢。好，安尼是要安怎？无咱也是把握时间吼，咱也是先继续学日语。袋。好，安尼等伊5分钟，伊就应该会转来啊。我继续学吼，还是我应该先。我搁看一摆，看我敢有啥物会当用的，应该是无。日本话是你学台语的起点，是安怎安尼讲？这我真好现呢。是安怎会讲
所以敢是先接触到日本语内底啥物物件，啊，才互你对台语有趣味。我想看卖哦。对，冠心安尼嘛，想想咧想，家己是安怎会开始学日本话？嘿，好，看起来是我真正无法度改吼，安尼无先开讲者。有星暗暗，日本甲台语有淡薄仔像，学日文了后，学日文了后读台语用会无细字变日文。对啦 ，time out 是伊讲300秒嘛，所以 time out 应该是5分钟，对，5分钟了后就会转来啊。好啦，咱就先开讲一下，甲伊等待一下。我是因为冠生是读台语较惯势，所以我看迄个日语的一句话的时阵，若是我有看无的所在，我就会家己甲转做台语安尼。像顶摆迄个大师会的时阵，因为有人投迄个 Fate 内底，迄个就是大师。我就袂晓日语啊，所以我读的时阵就是内底可能有一半拢是直接甲汉字读做台语安尼，大家当转去听。落山，落山暗暗，落山哪像足久无看着无？落山毋知影最近好无？毋知影敢食饱啊？有先食麻油鸡。食麻油火锅配烧酒，上食麻油火锅配烧酒，敢是头拄仔讲啥？敢是迄个心川甲玉清，因敢是安尼食？约束对啊，有足济迄个，有足济词，要安怎讲？有足济词，就是甲。有足济词就是伫日本话甲伫台语内底拢有，毋过意思无共。即种诶嘛是足趣味。夏夜，你敢知影发生啥物代志？夏夜家己敢知影？就是我要爱无？毋过我今日食足饱诶，我惊讲我食袂了，所以无你互就心食好啊，就心应该食会落。可能伊迄个海参了会当食。所以下页无设置互 time out 应该是，敢是看会到开讲式，敢看会到直播。若是安尼，其实咱就会当，好，恁无代志就好。我嘛是用足紧张呢，就是，好的一个人就安尼无，毋是，就是无设置互 time out 惊死。好，OK，看有，安尼好啦，好安尼。安尼后摆若是佫无说，希望莫有后摆吼，毋过，安尼我知影。落山拄好咧食饭，毋知影咧食啥，爱食好饱吼。有个人毋知影我食啥，佫分享一摆。今日食迄个便当，毋过内底迄个主菜是鸡仔肉，鸡仔肉有够咸哦。所以就是平常时我食便当袂甲迄个饭食了，毋过因为今日鸡仔肉足咸的，所以我无细致甲迄个饭拢食去啊。今日就较饱，好，好来听看卖。袋，听落无问题，佫听有，好。袋，头拄仔学，记忆无遐歹，随甲我考啥物意思？哈娜，还是哈娜？哈娜甲哈娜是毋是一个是片啊，一个是花？我无细字，毋是无细字，我无确定倒一个声调是倒一个，无要紧，会伫是其中一个好。哈娜。OK， 哈娜。卡嘞。这会当迄个呢？这会当迄个刀机出卡呢？
安尼就听到啊。袋。安尼就听到啊，听到我就看即个罗马字，我毋是就会晓啊。是毋是会当甲迄个？会当甲罗马字关掉呢？佫会当甲迄个发音嘛关掉。毋过我无遐敖吼，我留一个迄个汉那卡达，敢是咧读？应该是，无确定。头拄咧，福袋，お菓子，お菓子，歌詞。菓子お菓子，菓子。春。春 ，OK， 春。snack，お菓子，お菓子お菓子，お菓子。お菓子を買いました。所以这就是买死收啊，买死收啊。お菓子を買いました。I bought snacks。对啊，这我感觉日本话内底カタカナ。好，多谢你的补充。现在大家日本话拢遮敖讲啊，真正是我咧认真来开始学。对啊，是毋是大家看 anime 都会对日本话有趣味？应该有真侪人拢是安尼甲日本话学好的。我甲四小啊买倒来，对吼，伊是用即个吼，因为日本话我拄开始学嘛，所以我毋知影。毋过英语伊嘛是用 bought，所以应该是买了啊，有道理吼。所以这应该是买倒来啊。OK，I bought 四小啊。有看，毋过嘛有耍，嘛是无学起来。无要紧啊，逐个人迄个，因为逐个人学语言的迄个方式甲迄个速度拢无共啊。有的人是听咧，毋知影是安怎，就念伊就会晓啊。即种人嘛有，所以其实，逐个人无要安怎讲，逐个人状况无共啦，所以也嘛毋免甲别人比，应该无要紧。好啦，你甲我留，好，你无想要好就先食吼。好，无我当做迄个宵夜好啊，看我迄个放上了敢会枵。I bought snacks，等去过去买，你讲的有道理，你有够巧。袋はいりません。喧嘩敢是安尼讀？喧嘩には鳥。这到底是伫倒位听过？哪像有听过即句话？毋过毋知影迄是啥物意思。喧嘩是迄个是啥物？冤家呢？毋知影。有心嘛有留互伊所以OK， 所以迄个迄是做大碗，做这意思。你我托你，冤家，还是啥物？冤家。好，我毋知。我真正袂晓日本话。袋はいりません。安尼会有啥？いりません。いりません。袋はいりません。愛ロガ。敢是 I need a bag。需要ロガ。还是袋啊？无确定，可能看状况。あります，这是愛。あります是需要，ありません是無需要。了解啊。袋を2枚買いました。袋を2枚買いました。袋2枚，2个啊。袋2枚。2枚。我也是甲关掉好啊，直接看漢字。袋を2枚買いました。因为思考嘛是一
正讲的日本人嘛是袂甲迄写出来嘛，无咱就直接安尼学好啊。袋を2枚買いました。袋2枚買いました。買いました。倒位毋对？马线是无爱，头脑无清楚，也袂关系，对，向无想到迄是无爱的意思啊。朋友问安怎学语言做网路？好 ，OK， 我了解。毋过有听过一个讲，有点是咧。毋过有听过一个讲法，就是有个人讲，若是你甲你的情伴，甲你的牵手，是无共的，会讲无共语言的人，啊，恁伫即个交往的过程中来学语言，这项代志有人讲好嘛，有人讲歹，若莫想遐济，咱生活较自在。毋是啦，有个人讲，就是因为甲你咧谈恋爱的人，伊足自然想要甲你配合，而且迄个情伴还是牵手之间，都会有家己的语言安尼，嘿。自安尼你颠倒袂去学着迄个正常的迄个语言，就是恁看有诶，就是讲华语的两个人做伙的时阵，因两个若是牵手，因家己嘛有一寡别人听无的迄种话，我应该毋免激励啦，就是会有迄种做亲像迄个红婴仔甲因阿母，对，就是有心讲的迄种啦，就是那红婴仔甲因阿母也是阿爸讲话的迄种，就是正常一般迄个语言内底是袂安尼讲的，所以有诶是读字词啊，逐种语言内底嘛有无共的迄个囡仔话也是啥物的，所以听讲是安尼学，就是你袂学着迄个上正确的。而且阁有啊，有生你阁想一个吼，游戏即种才是爱变调的。好啦，无啦，莫调工 Q 游戏吼，但是莫 Q 我啦，我无要食鸡汤，鸡汤是啥？而且阁有就是，伊若准是你的牵手，还是你的情伴，就是你若是有讲啥物毋对，伊可能嘛会较歹势，甲你直接讲出来安尼。所以有个人是安尼讲，有个人是讲安尼效果袂遐尔好。毋过无要紧啦，若是迄会当互你感觉有趣味，有迄个动机，足想要甲迄个语言学好，安尼惯性是感觉安尼嘛是一项好代。话讲倒转来吼，咱来看咱到底是倒位毋对。袋を2枚買いました。減一個哦，ません。拄仔想講啥物變調？是講變調，對，變調。このお菓子はあまり美味しくないです。若准是我雄聽到這，我可能嘛毋知影咧講啥。このお菓子はあまり美味しくないです。有夠長。このお菓子はあまりおいしい。あまりおいしい。あまりおいしくない。会当偷看答案哦。あまりおいしい。無介好食。くないです。あまりおいしくない。あまりおいしくない。才是無介好食。OK， 這個死修啊無介好食。It's not delicious。咱有伤甜即種代志。連迄個果糖都會當啉嗎？咱有啥物物件是傷甜的，對吧？日本話嘛有變調。
因为我连迄个正常的调都也袂学会晓，所以我无介了解，应该是小等会学到对无？It's not delicious. It's not that delicious. 好，这两句话英语内底确实是无啥共啦，就是 not delicious 听起来就是 not delicious at all， 就是毋是无介好食，是完全无好食哦。所以 OK 啊 ，not that delicious， 那阵 not that delicious 就是无介好食，啊，毋过应该毋是讲足无好食，所以安尼我有了解，意思无共。Even when you're wrong, you're still learning。哇，你足够用迄个，你足够用迄个鸡汤呢，心灵鸡汤哦，讲一寡即种温暖的话，好。你讲了有道理啦，多谢即个。我会记得即只鸟仔其实有名吼，即只鸟仔吼，甲大家绍介，即只鸟仔叫做 duo， 就是多邻国的头前3个字母，叫做 duo。你嘛咧唱即条？因为伊是一只鸡。那像拜一的时阵我有唱呢，拜一算迄个 Stacklands 的时阵我都有唱。即条歌叫做一只鸡。真正是游戏呢。好啊啦，有声，好啊。お入りください。お入りください。お入りください。please 是。お入り。come in please。请入来。需要更较好用的台语 keyboard。お待ちください。更较好用的台语 keyboard。你的意思是迄个输入法，还是迄个若是手机啊，确实是迄个输入法，就是你的 keyboard 无毋对吼。对啊，我嘛感觉就是用电脑，因为我电脑是用艺团，我感觉艺团加迄个手机啊，我是用迄个嘛，手机啊应该大家用叫做啥拍台机较济对吧？我嘛感觉拍台机比迄个艺团就是加做慢的，所以我了解。请入来，互你等待啊！了解，所以其实就是表面上的意思是请入来，有些甲是就是有的语言内底迄表面上的意思甲后壁的意思都无共。那是请小等。这是好，这我毋知啦。毋过我想到的就是迄个，咱讲平安，其实想要表达嘛毋是讲毋是平安，毋过就是就是甲迄个共款啊。有时咱台湾话讲后改嘛，毋是真正后改嘛。有时咱讲后改是以后的意思嘛，可能就是大概语言可能拢有安尼，就是表面上的意思甲实际上的意思无共，这应该嘛真正常。Gboard 嘛有台语，咁真是咧。好，等下来找看卖。毋过毋知影敢好用无汉字，是哦。伊迄是白话字还是教育部？我真正头一摆听到呢。小等来看卖。食饱未？元気ですか？对，无共，就是对，食饱未？其实嘛是一种小借问嘛。元気ですか？迄个表面上的意思，是啥？这我毋知。敢是迄个敢有平安？应该是马上是敢有平安的意思对吧？其实拢是咧小借问嘛。毋确定，看到无汉字就 delete。好，无要紧我试到小等才来找看卖啦。好，お待ちください，请等一下。
请稍等，对吧 ？Please wait。この本は少々高いです。少々。少々。少々。好啦，毋是。この本は少々高いです。高い是贵对吧？高い。expensive, yeah。この本は少々、まだ有夠無好笑。この本は少々高いです。了啊貴吼，了啊貴。This book is a bit expensive。應該對吼。落山有發現我學足緊，因為頭拄仔伊一開始有一個迄個測驗，就是考迄個我的程度。啊！大家知影我是文昌代理人嘛，我就家己保庇一个，啊，嘿嘿，就过啊，所以无说是进度就较紧啦，嘿。好，这敢有啥物无共？这差伫咧倒位？哦，伊个无声，安尼我阁毋知影差伫倒位。安尼照我的迄个。个性我就是硬要试看卖。这到底是啥？这到底是安怎袂当选？我知影应该是字啊，毋过我毋知影一是安怎袂使呢？我都会做好现，做想要知影一是啥物意思？煞无甲我讲。是安怎？是一定爱用迄个？是一定袂当共一个字写两解，还是安怎？袋はいりますか？对啊，家己加持，哈哈哈哈，哈哈哈，啥物拢做会到，啥物拢做会出来。这我知，敢爱袋啊嘛，对无？敢需要袋啊 ？Do you need a bag? Do you need a bag? 哦，有闽南字母甲白话字母，你毋知影闽南字母是啥吼？一定爱安尼写哦。一定爱安尼写，好，安尼就是无为虾米，是毋？好，安尼我后摆吼，莫硬要安尼，后摆我较乖咧吼，照规矩来。Do you need a bag? 應該對 ，OK。このお菓子は少々甘いです。了啊甜，淡薄仔甜。This snack。闽南是教育部 ，OK。This snack is a bit sweet。A bit 就是淡薄仔的意思。純粹教英語，我知，我知影迄教育部，我袂甲讀做迄個級。要讀做級嘛會使吼。安尼白話字要安怎讀？白話字就是背。好，開始咧學白講話啊。少的奇妙人險安尼，少。好啦，無啦。伊咧考我即個，考我字母。我上愛用即個，就是有人咧甲我講一寡奇奇怪怪的話的時陣，比如講啥物上天的應該是落雨星啊，我就會甲因講，即句話有夠好用，今仔日學着上界好用的日本話，都是即句，原底就會曉用。好啦，無啦，開始我要講話啊，笑死。好，刷來。土，那會即個聲就是有夠無氣力的即個聲。好啦，有聲你是令我知影，你毋免安尼大聲甲大家講，好無？大家無想要知影。番號對吧？番号。號碼的意思。歌詞頭拄仔學着。袋頭拄仔學着。袋。是還是負？無確定。Okay, review the exercises you missed. 袋はいりません。
哦，看我倒位毋对。定表出手是啥物意思？就是讲你念伊讲，我念伊甲你对付安尼。有够凶吼，有凶。ありません。無需要。I do not need a bag。你要念呼哈哈，感謝呢？呼哈哈，好，呼哈哈，好。袋を2枚買いました。袋2枚。袋2枚。袋を2枚買いました。買いました。有这个哦。袋2枚を買いました。買いました。跟不对啊！袋2枚。2枚放伫後壁。このお菓子はあまり美味しくないです。这个四修啊，淡薄仔无好食，所以 this snack is not that delicious。好，这我知，少少。袋を2枚買いました。袋を2枚。你要对酒醉的人出手，你安尼我紧互恁欢喜就好我袂甲恁阻挡无要紧。你看你敢有想要甲大家报告你的迄个感想咧悠哉你我嘛无想要插。袋を2枚。2枚。袋を2枚買いました。買いました。買いました。OK。哇，家己拍扑啊！厉害！哒哒，无需要好，继续。唐揚げ。这好食，这我知嘛。钱的鸡肉对无？唐揚げ ，OK。唐揚げ。敢是因为安尼，所以咱迄个，因为大家知影惯性，逐工拢会去早顿店。敢是因为安尼，迄个早顿店的迄个钱的鸡肉，才会号做啥物卡拉鸡？敢是因为卡拉阿鸡，所以才甲伊，毋知影是省略还是安怎，就甲迄个钱鸡肉号做卡拉鸡。原来是安尼。对啊。伊迄个声听起来就是做无想要甲我讲话呢，有够好笑诶！伊迄个哪像做者无共款诶人诶声，我感觉做即个嘛是做甲足用心。对啊，我伫咧想啊，就是真有道理吼，真有可能是安尼对无？唐揚げ。温め？敢是这？温め。温め。袋。菓子。揚げ。唐揚げ。熊做想要食迄个唐揚げ。唐揚げ有够好食。揚げ ，OK。Awesome, yeah。揚げ。是要考几摆？是哦，我安尼直接去考 N4 会使。好，无啊，我都无身份证，我袂当考啊。无，我去网络找看卖啦，看敢有迄个做啥？看敢有迄个旧的迄个题目，看我敢袂当来写看卖。安尼哪想嘛袂歹吼，写互大家看。好，这袋。袋。揚げ。唐揚げ。菓子。温め。100分啊。こちらは温めますか？こちらは温めますか？这敢有温暖？这敢有温暖？ぬくめますか？こちら。
ぬくめますか？哦，什么意思？有酒？对啊，伊这个态度，伊迄个声，甲伊迄个表情，拢有够好笑。到底是安怎？我欠伊钱啊！哦，阿个若是台语，就是做蚵嗲，蚵嗲。有听过迄个淡水，淡水是毋是嘛有咧卖啥物阿个？啊，毋过内底的物件就是有包啥物冬粉是毋？迄个阿个敢嘛是为遮来的？应该是吼。哦，阿叔讲这是敢爱加敢爱迄个啥？敢爱加温的意思。哦。こちら。こちら是即个物件吗？所以敢是即个物件？即个物件敢爱ぬくめますか？加温，敢爱加变，敢爱加哦，用好烧哦。OK。Would 所以应该是 Would you like this to be heated？ 哦，嘛是当讲 Would you like this heated？ 你敢想要甲即项物件用好烧？应该是吼。伊连迄个拍扑仔的迄个面，我最介意即个角色呢。伊即个哦，好，我真介意即个角色。伊即个完全无要插我。完全无要互我一个笑容还是安怎？完全无。唐揚げを買いました。唐揚げを買いました。哦，我有买。I bought fried chicken， 对无？我有买唐揚げ。耶 ！fried chicken 唐揚げ。唐揚げ？スープを温めました。OK， 所以这应该是我的汤爱烧的，敢是？ぬくめました。哦，等下哦，想看卖哦，无煮熟，所以原来我介意这款类型。莫讲出去，毋是莫黑白讲，无啦，我介意我家己这种类型啊。啊，毋过我对大家应该嘛袂安尼吼。袂讲做迄个，我拢有互大家欢喜，互大家笑容哦。毋过若是讲清茶，我确实是较介意即种，安怎讲啊？就是有一种 Lolita， 也是无一定是 Lolita， 就是迄种大家敢有看西洋，就是有一种 outfit 的 style， 就是有一种清茶的风格，或者 goth。就是 gothic 的迄个 goth， 迄就是有会家己迄个化妆画家，就是嘛毋是讲那死人共款，就是画家那做对即个世间吼，就是做袂爽还是安怎吼，就是迄种诶，对，迄种诶。其实我对，嘿，有人是翻做我知影华语有人翻做哥德，嘛有翻做哥特，感觉五星共类型。我感觉无共呢。五星穿甲足歹啊！伊身躯顶迄个色水足济，而且伊规只就是足红的安尼，红记记，穿甲红记记安尼。毋过 Goth 的迄个穿插就较会是乌的白的，就是敢若乌色白色尔。看起来就是足有个性，看起来就足歹安尼。敢袂当讲足歹，就是。对，做歹接近的，嘿，就是我介意迄种清茶，我毋知影为啥，毋过我就感觉迄看起来就是足歹，足缘投，嘿。礼拜三迄款，礼拜三，我毋知影礼拜三是啥物。对，乌的较济，大部分是乌的，毋是乌的所在，就大概是白的，应该就是嘿，干若即两个色吼。礼拜三是啥物啊？好，毋知。现在大家拢知影礼拜三，敢若我毋知。好，无等下我才来才来 check 看卖。原来是 Netflix 的美国戏出。OK，Wednesday。好，小等来查看卖。好，所以这到底是咧讲啥咧？
soup スー or プぬくめました what？ぬくめましたぬくめました。哦，我把迄个汤用好烧啊，所以是 I heated the soup。啊哈，おにぎりをお願いします。おにぎり，おにぎり哪像有听过呢？おにぎり应该是迄个ギリ应该是甲变做一根对吧？おに是啥？おにぎりを。おにぎり。おにぎりを。おにぎり哦，饭丸哦，饭丸原来是饭丸。お願いします。哦，想要爱一个饭丸 ，OK。所以是 a rice bar, please。中囝人哦，中囝人。我无想过会当安尼解说呢，我哪会捌想过？迄个清茶，确实是甲 Goth 有足侪所在相共啦。安尼讲嘛对吼，安尼讲嘛对。おに是鬼，おに是鬼，おにぎり。因是毋是有迄个日本人是毋是有一种啥物？就是因是毋是有一个啥物节或者鬼节还是啥物的？就是迄天爱野迄个豆仔去外口啊，搁爱食迄个おにぎり。敢是迄个要食おにぎり，敢是甲鬼这项代志嘛有关系啊？哪像有听过有即个。お願いします。有即个节，毋过无解确定迄个因的迄个风俗是安怎？Rice ball おにぎり，亲像 VTuber 是一种布袋戏。哎哟，落山应该是迄个吼。我记得你是布袋戏翁仔对无？讲到布袋戏，就想到咱的落山同学。おにぎり向甲你 Q 吼，希望你卖见怪。フライドポテトを温めました。無毋对，对，我就会记得是，对啊。フライ还是 fry？ フライドポテトを温めました。フライポテト。フライド。又甲迄个 fried 迄个的有发出来呢。毋过迄是 French fries， 是毋是 fried potato？ 无要紧 ，I heated 对无？加在你今仔日有来，我才会当甲你 Q。以后加来，布袋戏翁仔平常时是毋是嘛足无用啊？我无了解布袋戏翁仔的生活。Okay, I heated French fries. 无啊，the 应该爱有 the。I heated the French fries。对，马铃薯就是咧讲你。毋过迄个马铃薯钱，就是伊若是冷去，你搁甲伊加好，你搁甲伊用好烧，迄足歹食的呢。大家敢有食过？迄有够歹食，毋过无要紧吼，咱人袂当遐尔讨济吼，所以嘛是爱甲食掉。哇，足欢喜诶，有够欢喜。Okay, great work. Okay. 头拄仔敢有？我看卖啊。おにぎりを。おにぎりを。お願い。伊迄个愛聽起來總愛，毋是愛。お願い。お願いします。します。毋知影敢對？
哎对，冷气嘛袂歹食，我感觉7分哦，7分。这美角足济呢，这真正是冠生真正是足无了解。春分前一工是夜昼食迄个读惠风卷，迄毋是欧尼基里啊，所以欧尼基里有一个欧尼基里的定义是嘛，就是敢是安怎爱烧做一碗，还是安怎才好做欧尼基里？这真趣味呢，这真趣味，就亲像迄个迄个做啥？咸粿甲碗粿甲碎板拢是无共的物件，毋过若是海外的人，因都应该是完全分辨出来。这嘛是真趣味的一样代志。讲到这冷气的迄个糍马铃薯我就咧想对我来讲上好食的当然第一名是迄个要烧烧的，迄一定上好食。过来冷气的嘛会使，毋过若是冷气，佮甲伊用好烧，伊就会，我就感觉迄怪怪，迄就是。食起来是烧的，毋过迄个口感就是甲伊要是烧的时阵，迄个脆脆的无共。我毋知影大家敢听有我咧讲啥，毋过就是我毋知啦，就是因为冠生有时会去食鸭肉，毋过冠生胃口无遐大，毋过有时点伤济食袂了所以有几摆即个。食冷气可用好烧的迄个经验马铃薯了解我的即个马铃薯就是马铃薯，果然上界了解马铃薯，对，安尼有人知影我的意思安尼我满足后摆试看卖啦，卖饲啦，迄无介好食对，月半就是足无好食，真正足无好食Does this convenience store have French fries？ 这间超商敢有马铃薯钱？可能combini。对冷气就直接食就好莫阁甲用好烧真正卖真实，袂当安尼。このcombini。毋过是安怎我阁会甲伊用好烧，就是袂讲会黏伊会讲迄个食冷的对身体无介健康。毋过已经做代理人其实已经无差。毋过伊就是会黏应该毋是因为伊家己嘛想要偷食两喙啦。毋过就是冷气的就较好食。直接为冰箱摕出来，拢比迄个佮甲用好烧佮较好食。我无食过迄个惠风卷呢，这我无食过，我毋知影迄敢好食，我毋知影内底包啥，无人爱你，无要紧你还有我我嘛无爱你对无？你要离家出走好，无要紧无要紧。不要讲莫来听，不要讲莫听莫看，不要讲莫看我的台，去看五星的台，虽然五星即马无开台。游戏爱五星好，无要紧啦。毋过游戏应该嘛有爱我游戏表演游戏你会当用你迄个悠的迄个，会当用你悠的语言来互五星心花开。头拄天花讲无爱你，你是毋是同一个时间看我的台，佮看因的台？你安尼无专情你即种无专情的查某人，莫怪人无爱你。好啦，无啦，讲笑啦。天花讲无爱你律心敢无啥物表示？律心应该嘛无爱你，伊哪会无趁迄个机会嘛讲，对无？比如讲是新销的法定代理人，嘛对啦，因为迄个庙内底大项细项代志嘛拢是伊咧管嘛，所以算讲是一种代理人无毋对。庙讲嘛是足辛苦啦，所以，我原底想要讲大家爱体谅庙公，毋过咱像是干那阮三个代理人需要体谅庙公尔，所以，文创暗暗，欢迎你来看我学日文。好，继续学日文。惠风卷切片就是时常看到的
nori sushi 哦，章啊，毋是七马基，章啊，七马基，暗安，欢迎你来。第一摆看台，安尼就是初见平安。好，你好，我是冠生。我咧学日文，大家应该拢看会出来。初见暗。虽然我拢讲台语啦，毋过华语我嘛看有哦，所以你英语嘛会使吼，所以你轻松吼，想要讲啥物就讲啥物，无问题。Does this convenience store have French fries？ 这间超商敢有马铃薯钱啊？讲到粽啊，菜粽有够好食，毋知影粽啊敢有食过菜粽？哦，这听起来有够粗残，食家己人安尼，偏地啊！毋过真正足久无食菜粽啊！好，希望我伫一礼拜内底有机会食到菜粽。有吼，菜粽最好食诶，菜粽一定爱配迄个，一定爱淋迄个土豆腐。对啊，甜诶就是你是讲甜粽啊？甜粽嘛好食，搁有讲到粽真正。马铃薯爱食马铃薯钱啊，粽仔爱食粽仔，合理。菜粽内底有啥物？甲大家小解。雄讲到菜粽去啊。菜粽内底当然爱有糯米，糯米是一定爱有诶。搁爱有迄个土豆。菜粽内底嘛有土豆。搁有啥？应该就无啊。菜粽，或者菜粽，就是因为迄内底无吧。素粽，无听过人讲素粽，毋过菜粽是素食无毋对，菜粽就是素食。菜粽其实食起来甲肉粽做成诶，伊就是无肉无香菇安尼。反正我通常食诶菜粽就是糯米土豆要食诶时阵吼，都会淋迄个土豆腐。对，菜粽无香菇哦，搁会混迄个做啥豆油膏，主要是豆油膏加迄个，对，迄就是食起来就是咸甜甜，滋味介好，就是若总有机会去台南，请一定爱食看卖。毋过我嘛知影，就是有诶信众朋友较无惯势食，就是好啦，就是台南诶口味，就是真正是有较甜。我知影有足侪信众朋友较无法度接受迄个甜甜诶口感，甜甜诶迄个气味。毋过就是你著莫混遐济土豆腐加迄个豆油膏吼。毋过你若是会当接受吼，你著混尽量混迄有够好食。台南有一间台南有一间逐个人嫌的粽店，因兜的菜粽足好食毋知影合作单价是廉价，单价甲廉价拢是迄个，拢是足侪台湾人的迄个生。对啊，台南的粽都毋是油饭啊，台南的粽当然毋是油饭啊。粽就是爱一粒迄个无你用糯米，就是爱互因黏做伙变做一粒。无你是安怎要甲包做一粒粽，迄就无意义啊。所以我毋知影三角形的油饭是啥物意思。我安尼讲话是毋是足歹？毋过我是真正足谦虚。甲大家请教，就是我真正无了解是安怎要甲油饭变做一个三角形的饭圆，这到底有啥物意义呢？有知影的朋友会当甲我解说好无？中部人的粽足特殊，是安怎？有灵魂的粽，有声音的粽。
讲到这，迄个有灵魂、有声音的，嘛有人讲是水饺，对无？啊，大家敢知影伫英语内底，水饺是 dumpling， 啊，迄个粽或者 rice dumpling， 就是米饺，嘿，啊，到底是安怎呢？到底是安怎两项物件拢叫做 dumpling 呢？哦，这嘛是我感觉迄个语言足神奇的所在呢。是安怎对因来讲，就是水饺甲粽都足无像的，大家敢有感觉即两项物件足无像的？啊，毋过对欧美人来讲，因竟然是同一类，竟然水饺是 dumpling， 啊哦，拢有包啊，安尼是安怎因的胖嘛无爱嘛号做 dumpling， 对无？这哦。对啊，我嘛毋知影是安怎。阁有哦，大家敢有感觉迄个？虽然我做无想要讲变色，啊，毋过想想着。对，我就是要来讲变色。变色，因那时候变色就无号做 dumpling， 因那时候甲变色号做啥物 wonton， 还是啥物诶？就是我无确定，啊，毋过应该是为广东话，还是啥物？毋知是广东话还是香港话呢？就是因就是直接照迄个音，就变做完团。其实我无确定敢是安尼读，啊，毋过我有一个印象是安尼，对。所以有可能哦，有可能是馄饨的迄个声音哦，对啊。因迄个啥物白菜哦，敢是白菜？白菜嘛是号做，因嘛是号做啥？泡菜。即类的，就是因会直接照迄个声音，对，对，水煎包嘛是 dumpling， 对，毋知影迄个分类的标准是啥吼，毋知影是安怎迄个变色家己的独立安尼变做完团，啊，甲迄个其他的水饺分开，啊，等到水饺甲粽即种感觉足无像的，煞拢是 dumpling， 要袂食暗顿。那会到遮暗，要袂食暗顿，等下去食呢。日本话叫啥？叫啥？哦，我想讲叫啥？哦，叫啥？原来叫做叫啥？哦，叫啥？日本话嘛是完摊，敢是咧读完摊 ，OK。日本话粽是芝麻鸡哦 ，OK。原来是安尼。好，毋知影讲到对啊，讲到这个超商敢有马铃薯钱，好。このコンビニが敢是が？このコンビニがフライポテトフライドポテトにありますか？にありますか？敢是安尼？毋对。このコンビニにフライドポテトがありますか？日本话水煎包或者焼き，这应该后壁迄个应该是直接读中国话对无？我会记得日本人有会足爱食迄个，有会足爱食中华料理，所以应该是直接用迄个音对无？小笼包，所以应该是焼き小笼包，敢是安尼读？焼き小籠包，焼き小，对无？焼き小笼包，我竟毋知影我在讲倒一国话啊！对，笼包啊！对啊。
OK。小笼包，小笼包。哦，小笼包。OK。哦，日本话嘛是介趣味吼。大家敢有去唱过迄个？就是日本的卡拉 OK， 就是台湾有迄个台湾大部分的卡拉 OK 是迄个，就是台湾的歌嘛。毋过我知影，就是有人介意唱迄个 anime 的歌，就是一般的卡拉 OK 内底无。就会专工去找迄个日本的卡拉 OK。对，冠星嘛有去过的，冠星嘛有去过迄内底点会到华语歌呢，就是华语的歌伫迄个日本的卡拉 OK 内底嘛有，因为因对因来讲，迄是外国的语言嘛，对日本人来讲，华语是一个完全应该是青分的语言。因的迄个日本卡拉 OK 迄个字幕、迄个歌词，都会全部拢写迄个袂记得安怎讲，就是迄个片假名，敢会当直接读汉字，就是对，就是做好笑。恁都会看到一大，就是长一句。ひらがなひらがな，就是因都会用长的一句ひらがな加迄个华语拼出来。你还甲伊摇出来，嘛是一桩足好耍的代志。因练迄个呢，因练迄个英语歌，因若是点英语歌，哪像是下骹会有英语的歌词顶面佫会有一撮，顶面佫会有一撮迄个ひらがな的拼音。对，佫有迄个拼音，就是做好耍的，真趣味啦，真趣味。你互宜兰人影响就是讲真趣味。Does this convenience store have French fries？ 这头拄来哦。このコンビニにフライドポテ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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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このコンビニにフライドポテトがありますか？ありますか？好，通过。guidebook。所以我是会当学文法咯。你来读这抓进前，啉今仔日的第二个饮料。毋是就是爱食咖啡啊。来啉一下咖啡吼，安尼较有精神哦，较有精神。好，咱来看这个 guidebook。Fried chicken, please。伊有这个情景呢，安尼会变立体，对啊。我读罗马拼音会互白话字影响，哪会袂？这无度吼，就是读惯势就是先学台文，才学迄个，才学日本的罗马拼音，都会对无度吼。因为细汉就是讲台湾话，大汉所以发音会有一个台湾人的腔口嘛，是事常的代志，对无？大家讲英语应该，对，我就想到这项代志，就是我感觉其实咱讲外语，比如讲咱讲英语的时阵，内底会有台湾，内底会有迄个台湾腔，就是这嘛无要紧就是毋免因为家己讲起来有腔，有迄个腔，就感觉足见笑还是安怎？其实迄就是，这就是
这表示你是一个会去学别人的语言，你有才调去学第二个语言的这个证据呢。这我感觉这其实是一站会当骄傲的代志，所以大家若是讲英语，感觉家己有腔吼，其实毋免惊啦，这无啥啦，非得对方听有就无问题啊，所以我是安尼想念，淡薄仔偏音哦，我去讲看觅，嘎，因为我都会想到台湾话的录音嘛，台湾话的录音就是牛的迄个牛，我都会互迄个音影响哦，所以，这无法度。对啊，惯性就是介意甲大家讲即个鸡汤，无啦，我是做认真咧讲啦，对啊，所以有腔口咧无啥，有腔无啥，对啦，英语家己嘛是有足侪腔啦，虽然大家可能伫补习班也是伫学校，应该学到的是迄个美国人的腔较侪对无？就是，而且毋是就是美国白人的腔，大家应该是学到即个腔较侪。啊，毋过，对啊，毋过，对，有 Aussie 嘛，就是澳洲的人，澳洲人嘛有一个腔嘛，因的腔足特别的，其实我嘛真介意，英国人有英国的腔，啊，对啊，美国人，而且毋若是干若分即三种啊，就是英国人嘛是有分嘛，就是无共地区，因佫听会出来哦，因佫听会出来你是为倒一个地区来的，迄嘛无共的腔口，美国嘛是嘛，美国。咱都毋讲地区啊，就是对，美国嘛是逐个所在腔口无共，毋若是逐个所在，甚至哪像是共一个所在，就是黑人、白人，迄个讲话迄个腔嘛无共，对，啊用的迄个话使嘛无共，这真正真趣味。明月暗暗，多谢你来看我学日语学到做到开。EN 的 VTuber 有无共的腔真趣味，对，对啊，因逐个人其实人都是安尼嘛，逐个人讲话都是有家己的惯势嘛。你看我讲台语，甲吴先讲台语，甲律心讲台语，嘛是做无共对无？这也无啥，逐个人拢无共啊，就亲像每一蕊花拢有无共款的情况对无？讲一个道理啦。哇，我今仔是真正都甲我讲诶，我今仔是安怎？都甲我白讲。啊，多谢你介意我诶台南腔哦。那像以早有诶人无介意台南腔诶，会甲台南腔踢笑，啊，有诶人就是会想要，有诶台南人佫会想要甲伊改掉，就是，毋知呢，可能逐个时代迄个。大家对迄个倒一个腔较好听的即个标准嘛无共，我是感觉大家所在的腔拢有一寡做有特色的腔，惯性拢足介意啊，就是海口音嘛足好听啊，佫有啥？佫有迄个非得足济吼，就是我无遐敖啦，我知影有的人就是听你讲几句啊话吼，佫会当分得清楚你是倒一个县市的，倒一个地区的迄个腔，有够厉害。有人讲南部腔做古水哦，有听过啦，是有听过有人安尼讲啦。我家己嘛感觉我做古水哦，多谢大家啊，安尼我留啊歹势吼，而且大家是讲惯性的台南腔的，安尼我就知影惯性的台南腔甲律心的台南腔无共对无？大家介意的是惯性的台南腔，毋是律心的台南腔，哈哈。我已经开始毋知影家己咧讲啥。哎呀，台湾人拢古水啦，完全分辨出来，哪有要紧？有的人连安尼讲无介好，毋过有的听无台语的人，就是甚至连什么是台语都分辨出来，这都是毋知影是安怎要讲这，毋过要安怎讲，就是。台语内底腔口足济，毋过嘛是听的，嘛是互相听有呢。所以其实互相听有，应该都无问题。但是我感觉使用即个语言互相听有都无问题。啊，
若准你有才调，听伊讲话，就知影伊是倒位的人。哦，安尼是搁较趣味吼，安尼就是加分题啦，加分题。毋过就是对啊，有个人就毋知影迄啥物语言啊，迄无法度。就是对，火鸡肉饭，火鸡肉饭，这应该要是互相听有啦。毋过若是高一个字鸡的时阵，就可能会毋知影是鸡还是鸡。少年人啥物腔拢难做伙。其实咱想毋若少年人咧，像庙公嘛无介少年，毋过庙公嘛有即种情形。其实我家己嘛有啦，我家己有时嘛是会，比如讲，照你来讲，南部腔的迄个变调应该第5调会较像第7调嘛，就是雄要激励，雄想无。毋过就是我变调有时第5调嘛会变做第3调啊，就是我嘛毋知影是安怎呢？就是这嘛无啥嘛，就是因为即马人要去别个关系足方便啊，就会互相影响，互相难做伙，这也无啥，这嘛正常。对，阿妈为台南客甲糖嘛有互影响，对啊。但是即马无共地区交流上过方便啦，所以就是一定是会难做伙啦。听讲台中人的第8调会念做第4调，有听过即种讲法的，就是听讲无共，开始迄个声调，听讲无共地区的迄个变调规则，其实嘛是有足侪美感，嘛是差介济，所以对啊，即个时代爱用腔来分人为倒位来，真正是袂准啊。对啊，我嘛知影，就是回伫这嘛是真事实啦，就是语言原底就是会一直变化的物件，所以迄小男做伙变做无法度为腔口来分倒位的人，这嘛是一个语言自然发展的迄个情形，这应该无要紧嘛，无法度安怎处理吼？对啊，会当做一期来探讨台湾无共所在的腔口这嘛毋过冠星虽然是讲台语的人，毋过冠星家己毋敢讲对台语真有研究呢，所以要探讨安尼，我爱先加读一寡册，才会当来甲大家讲。嘛是会使，大家若是做有趣味，做有想要知影，嘛是会使。嘿 ，Ruby 下班啊 ，Ruby 安，好，安尼 Ruby 也有机会看我来继续学日文，虽然即马偷咧甲大家开讲。偷有人讲专腔的顺线甲大家分享，对澳洲的迄个腔，对，毋过我袂晓学。澳洲的腔我袂晓学，毋过我知影澳洲有一寡话使，就是迄个啥物 might， 敢是读做 might， 就是因咧叫人还是安怎的时阵，会加一个 mate， 用美国腔是 mate， 毋过因有一个腔嘛，澳洲人有一个腔就是应该是敢是 might， 我毋知影我学了敢有像，我尽量。毋过那时候澳洲腔。真正是较罕得听到呢。这我就想到，对，雄变做杂谈啊。要安怎讲？杂子弹，杂子弹，雄咧杂谈，无要紧，大家应该嘛有介意开讲吼，看大家甲我讲甲足欢喜。就是之前有信众朋友啊，就是就是我的信众朋友通常是学生嘛，就是有高中生来甲我讲，就是因考迄个英语的听力测验啦，讲内底迄个讲，就是伫学校无学着遐济无共的腔口，
啊，毋过考试的时阵，吼，迄个题目内底讲话的人，都足侪无共的腔，哦，足侪无共的腔，就是有啥物澳洲腔啊，佮有迄印度腔哦，印度嘛有一个腔，德国人讲英语嘛有一个腔呢，哦，啊，伊讲了我对，迄个那像 TOEIC 嘛会，啊，那像迄个 TOEFL，袂晓读，就是迄个即个考试内底。会考无共所在的腔，啊，毋过其实这嘛真合理啊，就是大家学英文的安怎讲，真有可能迄个目的是要甲世间无共所在的人互相交流。安尼你就应该会拄着为无共所在人的，为无共所在来的人嘛，所以你嘛需要去听有无共所在人的腔，才有法度交流，所以。安尼考我感觉是有伊的道理，啊，毋过问题就是伫咱即个教学的方式内底，无甲大家训练起来，对啊，啊，考试内底佫有迄，就是冠星，因为冠星其实嘛做爱，冠星其实做爱看 YouTube 啦，就是，毋拿 YouTube 啦，其实冠星就是做爱看无共的戏出，啊 YouTube 嘛爱看，啊，就会看到因真正无共所在的人讲英语拢有。无共的腔呢，就是头拄有讲有的人会讲台湾人讲英语有台湾腔嘛，台湾腔算是足听有的呢。佮有迄个较人上接讲的是迄个印度腔较好听，真正是较好听，可能需要先5分钟惯习一下，啊，才开始会听。佮有迄个甲大家分享，我感觉迄个对，日本的嘛。需要惯习一下，啊，毋过我感觉若是有定咧看 anime 迄种诶，因为 anime 内底有足侪足歹、足中字诶词，拢是为英语招来，啊用日本发音安尼，比如讲啥物 Excalibur 即种诶，啊其实是 Excalibur，啊就是我来举一个咧，举例，好看起啊，我来举一个咧，非得就是对。啊，你若是有定看迄个 anime， 你开始就会有法度为迄个日本英文内底去摇出来迄原底的英文是啥？啊，你可能就会较听有日本人的英语。德国人的英语嘛真特别的，就是因为我会记得巴多鲁。バトルフェルド哦，バトルフィールド Battlefield Battlefield 对啊，就是因为进前冠星有算迄个游戯王啊，游戯王做一牌啊拢是日语的，啊毋过内底你就会当用这去摇迄个去摇伊原底英语的词是啥？句话就。有啊，对啊，德国人的英语嘛是有一个腔吼，就是因的那时候因的 W 英语讲 W 啊，德国号做袂晓有V 啊，好，真正毋知影。迄啲就是因的 W 是读做 V 的声，所以我知影有的德国人咧讲迄个，比如讲英语内底有一寡有 W 的词，比如讲 Why are you like this？ 迄个 Why， 因就会讲 Why， 啊一开始就会听无，啊毋过听久啊就开始听，真正是足趣味，那会讲到遮啦，迄啲就是学英语啊，有够忝呢。你毋哪会晓一般的英语，你阁会晓迄个无共所在的人，因母语毋是英语的人，因讲的英语哦，这有够忝。有听过的物件，有人讲物件，我嘛有听过呢。迄是倒位腔口，我都毋知影。毋过真正是有听过有人安尼讲。今日原底是要开到迄个9点半对无？无咱开到45好啊。日语嘛有腔，对呢，日语无共所在嘛有无共的腔嘛，有的用词嘛会无共对无？
而且我知影日本的迄个 anime 内底，较有一寡，应该是有较有一寡固定的迄个，就是讲，一般的角色可能是讲一个较优势、较霸权的腔，敢袂当安尼讲，较主流的腔啊，就是有的角色就是为着要互伊一种，为着要互因一种特别的迄个形象，啊，就会调工设定讲伊就是用即个较毋是主流的迄个腔，啊，毋过倒一个是倒一个，我嘛是无介有了解嘿，即种的对。而且伊嘛有迄个，因若像 anime 内底嘛会有迄个无共腔的迄个话使嘛。啊，毋过我看有人翻译是讲迄个做方言，啊，毋过惯性毋是做介意方言即个讲法啦。啊，毋过就是因的设定的时阵会调工安尼用，比如讲啥物，这我无介确定哦。我若是讲毋对吼，就是大家会当甲我讲一下，有啥物？啊，就是日本人咧叫家己的时阵，有足侪无共的叫法嘛。有啥物私，佮有僕，佮有啥？咧，那是 anime 内底才会用，平时一般人应该袂用的咧，佮有啥物？或者就是 anime 内底定定有听到会讲啥物有知对无？有知啊，有知应该是有知，迄就是那像是调工要互迄个角色一种。迄变做是一种标签啦，哪像有即个情形？啊，我毋知影实际上就是因对现实生活当中的人敢会安尼，这我就无了解。嘿，啊，就是甲大家分享吼，有看到即个情形。嘿，哦，佮有啥？有一瓦斯啊，瓦斯应该嘛是，是毋是老人还是？是毋是老人咧用诶？我咧啥嘛？现实生活当中应该袂当用吼。哦，我是老人对。哦，安尼我印象中是正确诶。佮有啥？佮足济吼，我会记得其实足济，有够济。这个文化真正是足特别。哦，我咧听起来嘛是较中字，敢是安尼讲，就是我咧应该嘛现实生活应该嘛较罕得用对无？哦，我是或者脑心较文哦，较文，OK， 较文。哦，讲到较文，我嘛有看到一个嘛是。我感觉介趣味的啦，就是我知影日文写文章的时阵啊，有写迄个一句话上尾，就是讲话的时阵，迄个句尾可能会讲啥物 des， des， 啊，毋过我有看过那像写文章的时阵会用 dearu， 啊。那像就是有迄个 anime 的角色，伊就是调工讲话的时阵，迄个上尾是讲第二句，啊，都会感觉怪怪安尼。那像嘛有即种啊，就是我感觉日语即个语言吼，日语其实足趣味呢，内底有足侪美感啊，足侪幼路的所在啊，小可变化，都会差足侪，都会足趣味嘿，对，对，第二句。でありますです。哦，这我就无了解啊，这什么意思？这敢是迄个变化的过程？对啊，无共国家的、无共所在的俗语话嘛是足趣味的代志。这我想到吼，就是大家敢有 Instagram 的口罩 ？Instagram 有一个口罩叫做啥 ？The Language Nerds， 就是。拍字予大家看，应该是要做The Language Nerds， 想袂记得。啊，迄就是因有时会收集无共所在迄个俗语话，嘿，啊，会当去看，会当，就是新色啦，就是好耍啦，
我拍字互大家会当去找吼，应该是叫做 The Language Nerds， 应该是安尼，应该是合作一个够大一个字，看无对无？看遮 The Language Nerds， 有 follow 吼，有 follow， 对啊，这个考作大家会当去看啦，内底。毋过有时啊，因迄个内底资讯无介正确，毋过加载啦，加载你伫下骹就会看到因迄个国家的人就会出来讲，啊，因讲了毋对，所以爱记得看因的老话啦，对啊，内底就会当看到，比如讲你做爱看无共所在的俗语话，就会使去看，啊，因就会甲无共所在的俗语话，就是翻做迄个表面上的。对，甲表面上的意思翻做英语，互你会当去参考安尼，所以会使去看，好，对啊，有时啊，迄个用词无共，迄个语气，开口嘛会无共，所以啊，学语言真正无遐简单吼。其实学语言就是纯粹咧学因的文化，因为语言内底真自然，就是会有。因内底文化的物件啦，所以学语言的时阵，甲因的文化一定是爱同齐学的。日本话足水，才会回头看到台语，因为台湾的华语无法度遮水。因为台湾的华语是应该是100年以来才出现的嘛，所以定定会变做是定讲。伫台湾讲华语的人，定定会拄着一种困扰，就是因想要讲的物件原底无华语，伊原底可能是一个台语的词，伊要用华语去念的时阵，就会怪怪。比如讲啥？比如讲咱碗粿的粿，碗粿就是碗粿，红菇粿就是红菇粿，迄无法度用华语去念啊，迄无法度迄用华语去讲，就怪怪的，所以。对，台湾的华语确实是会拄着这种困扰，当然台语嘛有台语的困扰嘛，就是对啊，学真理华语要安怎讲？毋过台语嘛是有台语的困扰嘛，就是有诶较新的词，就是人要袂，就是咱有新的词，咱就爱有一个翻译的。过程嘛，爱互大家惯习用即个词嘛，是需要一寡时间。台语的困扰可能就伫遮，就是有诶新时代的物件，要需要一寡时间，互大家惯习看安怎讲。小句两哦，对，你看，你凊彩等一个华语有诶词互惯性嘛会无确定台语安怎讲，对啊，对啊，就是种感觉啦，就是。华语毋是讲伫台湾足久，所以一定会有足侪物件，无法度直接用华语讲。对啊，所以对啊，爱对啊，你要对，这是国家机器的问题。这要安怎讲啊？惯性其实嘛，惯性其实对这无讲有啥物做，大家介意听即种的学一个日语嘛会当讲遮济哦。对啊，或者讲以惯性的经验来讲好啊，惯性就是细汉的时阵厝内做侪物件拢是讲台湾话啊，毋过迄阵就是去学校就规定讲，你这嘛爱用华语讲，迄嘛爱用华语讲，足侪物件都袂晓讲咩？足侪物件伫我的头壳内底，伊就是敢若有台语啊，我都毋知影华语要安怎讲，迄可能原底嘛毋是华语有的物件，就会，就是那需要安尼咧？这就是互我想着我定讲的，头拄仔有人讲迄个英语霸权嘛，我嘛有想着就是，毋过英语有一项。大家使用英语的时阵，有一项代志，我感觉是袂歹的，就是英语内底嘛有捡足侪无共所在的词，
尤其是迄个毋免翻译的，就是比如讲，其实我之前应该有讲过，就是比如讲sushi毋免翻译啊，sushi 即个概念，你无需要甲讲啥物rice roll with raw fish， 真正无需要，sushi 就好做sushi就好啊 ，pizza 嘛是好做 pizza 就好啊，就是我感觉咱咧讲一寡原底是某一个国家、某一个文化才有的物件的时阵，你就直接讲伊原底的名就好啊，嘿，所以互大家参考啦，所以可能咱甲海外的朋友小解碗粿的时阵，嘛无需要讲啥物 savory rice pudding，blah blah blah， 嘿，就甲讲碗粿就是碗粿，吼安尼就好。啊，毋过因拼音应该是发袂出来啦。大概是安尼啦，对啊。哎呀，迄啲惯性，对啊，今仔日就是有讲到即个语言即项代志哦，真正是足趣味，所以惯性嘛开始想要学语言啊，所以即马先甲日文学咧吼，看卖啊，看即个 Duolingo 到底有偌济单元会当学哦。咱即马邀咧即个19。上下骹到底是哇，敢有100个单元，90个，为19个学到90个，哦，这爱学足久哦，好，我会拍拼，好啦，哦，有人讲 catch up， 哦，有人讲 catch up 是为 catch up 来的，这我有听过即个讲法，毋过我无确定迄个证据爱去倒位找毋过听，就是听看卖即种讲法，其实嘛是介心性嘛，所以反正嘛是有可能吼，所以我嘛毋知英语百款是讲笑，总是来讲，英文是连接世界上紧的。对啊，其实我感觉就是怎样讲，语言内底有文化，无毋对。毋过有时啊，人去学别个语言，就是想要甲即个语言当做工具来使用。比如讲英语，英语内底有英语的文化，无毋对。毋过有真侪人学英语的时阵，伊就是知影伊学英语是要甲当做一个对连接世界的工具啊。这嘛无好啊，所以若是即个工具对你来讲好用啊，你就是以一个学工具的心态甲伊学，安尼嘛无啥物毋对啦。所以讲百款，毋过对我来讲，迄是一个会当入捌世界的一个工具，就是你看即摆 YouTube 顶悬英语的内容，一定是比当然比台语搁较济，一定嘛比华语搁较济，所以。英语会当学啦，英语真正是有伊个路用啦，所以毋管你对英语的文化敢有趣味，我拢真推荐大家会当学英语即个工具。对啊，是拄好是英语尔啦。啊，你若是做无介意英语，你嘛会当学迄个做啥？西班牙语哦，敢是西班牙语，就是。也是葡萄牙语，就是我会记得英语其实毋是上侪人使用的语言，应该是另外一个南美洲的语言。你若是做讨厌英语，你嘛会当去学迄个另外迄个，所以无要紧哦，大家拣家己介意的吼，拣家己感觉好用的。哦，西班牙吼，哦，对，西班牙语嘛会当学吼，互考试用较做无介意英文啊，对啦，确实是安尼，就是。对 Spain， 就是有诶时阵，一项物件伊原底好吼，啊，就是互人强迫去做，你就会互母甲足讨厌迄项物件，对啊。偷甲大家讲啦，惯性，其实惯性嘛无讨厌华语吼，就是会感觉家己，就是惯性做毋敢讲华语，就是因为我感觉我华语讲了无水。进前伫学校嘛学了无介好，所以对毋敢讲，无想要讲。毋过
我明明就看有听吼，而且有诶华语歌嘛做好听，我嘛会唱，所以就是真正是即个语言，看伊是安怎，伊若是互你强逼你爱学诶时阵，你可能就做无介意，毋过你若是家己有趣味诶时阵，你就会介意，对。这就是一件我感觉做趣味诶代志，对啊。哦，把啲 VTuber 去美国嘅台湾餐厅卤肉饭，或做卤肉饭啊，对，啥物 braised 啥物 rice with braised pork， 有够长，上听有，对啊，卤肉饭就卤肉饭啊，全世界拢讨厌学校学嘅物件，学校学嘅物件，确实。但是你毋是自愿的，你就袂遐尔欢喜。做讨厌英文，毋过看惯性，互人脏着，毋是互人脏着啦，互人听着，就感觉 shock。无啊，你会当讨厌英文，毋过你一定袂讨厌惯性对无？惯性遮尔得人听。家己讲。好啦，今仔日嘛是。开甲比平时较长吼，有发挥教育团体的功能。哎呀，歹势啦，骗食。对冠生来讲，若是会当甲大家斗相共，互大家欢喜吼，这上重要啦。这无啥，无说钱就来教育安尼。毋过其实冠生一开始会想要开直播，一方面嘛是因为，嘛是想要互大家伫即个欢喜的时间内底嘛，会当学着一寡物件，安尼恁考试的时阵，恁考试的时阵分数就会较悬，我做工课都袂遐尔麻烦，好无？无甲恁保庇的时阵吼，有时啊恁分数较歹，我搁爱送文件互阮头家，嘛是介无方便所以。我就会调工，互恁伫即个做好耍的状况之下，搁会当加减学一寡物件这是我的即个心机马玲子好闲讲，为虾米冠生拢会甲兴趣讲做趣味？因为台语内底，以我的迄个啦，以我自细汉对厝内人讲的即个。语感，即个感觉，就是阮兜较安怎讲？阮兜较无遐尔定讲兴趣呢。阮兜无咧讲兴趣，阮兜较接是讲趣味，对。毋过兴趣甲趣味到底倒位无共？其实我嘛无确定，因为其实冠生做学生仔的时阵嘛无台语老师我即马来做台语阵嘛。毋是讲无想要学就是无，就是我做工课即个环境内底嘛无台语老师，所以我嘛较分袂清楚兴趣甲趣味到底倒位无共，所以我就是以我的语感来讲，星贤老师有讲好安尼对啊，对，大家敢知影星贤老师应该嘛介出名有出一本册呢，甲冠生共款爱读册的你，会当去找看觅。星贤老师的迄个台语文化的迄本册，大家会使对，有趣味的，有兴趣的，会使去买。文化有两种，一种是考试的，一种是大家真正咧讲的。我讲的甲考试文化无啥共。其实语言讲到底吼。我的即个我家己的见解啦，就是对，我敢有爱你无爱你？我文化即种物件，逐个人无共款嘛是正常。对啊，就是语言即种物件，原底就是人咧讲才会整理即个文化出来，所以。我感觉可能要是以人为主啦，我嘛毋知影家己讲的敢是上正确的，
目的就是大家加交流嘛，加交流都会有即个时代的即个语言。Prescriptive versus descriptive grammar， 这有够专业。原来是要离家出走你离家出走，搁爱经过我的同意毋免啦。想要走就走啦，我嘛袂甲你留对无？或者你若伤寒要转来，你才转来，对啦。好，再开始呢。今日讲话比平常时搁较济希望大家听了有欢喜啦。兴趣我搁咧读较头前的老话，兴趣凡说是华语用台语对咧讲的，我嘛毋知，我真正毋知，免客气。今日学着上重要的几句话，整理一个。阿叔，你哪会安尼讲话你有够甲我讲话你若要离开，就爱加你无要甲伊留的意思呢？阿叔，阿酸暗暗，阿酸，我已经准备要放送要结束你才来。你请阿酸报档。毋过我知影阿酸做无用对无？阿酸即马爱补习嘛是足辛苦对吧？哇 ，Ruby 有爱五星，毋过五星家己讲无爱 Ruby。哎呀，真爱就是安尼啦，是安怎？是安怎爱咱的人，拢毋是咱所爱的人咧？是安怎咱所爱的人，偏偏嘛毋是爱阮的人？游戏真正游。我即马要甲所有的事物拢用台语来讲，亲像 Costco 内底全部的商品。这我感觉就是，你要学一个语言的时阵，安尼是上紧的，因为惯性对呢。惯性正学英语嘛是有做过即种代志的，就是我行路的时阵，看到啥物物件，我就会去想，这英语安怎讲？我敢袂晓？袂晓，好念咪查。所以不管大家是想要学啥物款的语言，拢会当试看觅即种方法。是今仔真正足寒。好，我感觉即个方法介好用，推荐互大家。好啦，差不多10点吼，可能会当来休困啦。有人要离家出走嘛是会当甲伊意思主动一个啦，做一个表面功夫吼。毋过伊那些人就伫遮。好，今日会当来甲大家讲晚安啊。阿酸辛苦啦，阿酸嘛是补习补到遮晚才来。歹势就是你来的时阵，我已经要收啊。我一卡咧袂，对，大家注意清好烧，棉被爱盖好烧，莫无细致感冒有够麻烦。好，多谢大家今仔日来看我学日语吼，学了足欢喜，学了足侪物件。好，开始点名。Vital Lion 暗暗。Ruby 暗暗，游戏暗暗，阿酸暗暗 ，YU 暗暗，五星暗暗，对歹势我定定学你讲话。夏夜暗暗，礼处暗暗，阿苏暗暗，马铃薯暗暗，礼处搁暗暗一解，落山暗暗，咱搁有结风暗暗。搁有啥物人？明伟暗暗，来看觅搁有啥物人无讲到？哎哟，记忆有够歹，记忆愈来愈歹
向不要读字，嘿好，阿叔暗暗，阿酸暗暗，明伟暗暗，陆心敢无来？陆心咧迄个，陆心咧天会，陆心的好姊妹啊，判叫做菊菜天会啊，哦，伊是个游戏精灵啊，伊应该是伫伊个台，甲伊做伙耍游戏吼，所以毋知影因当时会关吼，所以若是因还袂关，你会使去菊菜天会台，菊菜天会台看陆心，好。Ruby， Ruby， 袂害神袂辛苦，别肯，别肯，你来的时阵我已经放送要结束啊，毋过无要紧，你会当转去头前看。今仔日应该是介趣味啊，有做者好笑的物件，嘛有做者较有深度的讨论，会使播。五星头拄仔咧做工课，辛苦啊，结婚总来了，总来了。明伟无破。菊菜天花无毋对啊，菊菜啊，都毋是韭菜吼，韭菜是韭菜，菊菜是菊菜，你咧讲啥？差一点啊，听做生活，都有生活。好啊，今日是咧教台语，无啦，哪有无啦？今日明明就是教英语对吧？今日明明就是看日语教英语，讲台语安尼。好啦，别看暗安，好，大家暗安哦。总来了，神梦太假，感谢大家陪我安尼，学白讲话。耍游戏啦，无遐刺激好无？我感谢讲即种话的人，讲这有淡薄伤变态啊，而且我嘛无遐油啊。我讲话就无遐油啊，我透可能讲即种话，对无？我遮尔有礼貌。嘿，对，好啦，多谢大家，真正要休困啊，吼大家困好饱，食好饱，大家再会。明仔载，袂记你讲，明仔载会甲律心讲英语哦，全英语的海信哦，会当看我敢会中风，好。拜拜，多谢大家。好，真正要关啊，再会。